第一日啟程，你係遊客定係朝聖者呢？喺詩篇84篇5到7節，啲人咁樣講：靠你有力量，心中向往通到聖殿大道的，這人是有福的。他們經過乾旱的山谷，使這谷變為泉源之地；更有秋雨，使這谷到處都是水池。他們行走，力上加力，直到各人在錫安朝見神。歡迎你嚟到2026年預苦期旅程嘅第一日。今年我哋會共讀詩篇120篇到134篇。呢15首詩篇喺聖經裏邊有一個共同嘅小標題：上行之詩。喺希伯來文裏邊，呢個意味住係一級一級咁樣咧，去登上一啲嘅台階。所以有啲譯本會將佢譯做登階詩。點解叫登階詩呢？原來喺古代以色列，地形同埋神學息息相關。耶路撒冷舊城坐落喺猶大山地嘅脊梁上邊，所以無論你由東南西北邊一個地方走過嚟，要前往聖殿去朝見神，唯一嘅動作就係向上行。想像一下，每年3次，成千上萬嘅以色列人離開佢哋嘅農田，放低佢哋嘅生意，離開佢哋舒適嘅屋企，就係為咗踏上呢一條前往錫安嘅道路。但係呢一條道路旅途遙遠，烈日當空，腳下塵土飛揚，甚至隨時有強盜或者野獸出沒。或者係為咗彼此激勵，或者係為咗調整心態，大家喺路上都會哼唱呢啲嘅詩歌。呢一張可以話係朝聖者嘅專屬歌單，一張佢哋嘅 playlist。唔知道你有冇自己靈命嘅專屬歌單呢？現代基督徒往往不自覺咁樣將信仰當成一種觀光遊客嘅心態係消費。我嚟到教會睇下啲風景，享受下詩歌嘅氛圍。如果服務好，服務唔好，或者坐得唔舒服，我就俾負評或者換過一間咯。遊客 care 嘅係我喺呢度感覺點樣。但係朝聖者唔一樣，朝聖者有目的地，有方向。佢深知自己當下嘅處境唔係終點，佢心裏面有一條通往聖殿嘅大道。為咗呢個緣故，佢願意忍受路途嘅艱辛，佢願意輕裝上路，因為佢知道唯有抵達神同在嘅地方，生命先會得到安息。預苦期正正係神俾我哋一個咁樣嘅機會，讓我哋喺漫無目的嘅遊蕩裏邊醒過嚟，讓我哋由戀產平地嘅美好裏邊甦醒。呢15首詩篇將會係我哋嘅地圖，由承認處身於現實嘅種種虛謊開始，
經歷旅途裏邊嘅向山舉目嘅仰望，經過流淚撒種嘅艱難，進入喺深淵裏邊嘅認罪禱告，直到最後企喺耶和華嘅殿裏邊去稱頌耶和華。親愛嘅朋友，上坡路一啲都唔容易，選擇上坡本身就係一種逆性嘅行動。我哋要依靠嘅係上主嘅力量，克服我哋生命嘅惰性，離開安躺之地，拾級而上，與主相遇。讓我哋喺最後一齊同讀詩篇84篇5到7節。靠你有力量，心中向往通到聖殿大道的，這人是有福的。他們經過乾旱的山谷，使這谷變為泉源之地。更有秋雨，使這谷到處都是水池。他們行走，力上加力，直到各人在錫安朝見神。親愛嘅朝聖者，唔知你會唔會同我哋一齊行走呢40日嘅旅途呢？我哋一齊祈禱。愛我哋嘅主，多謝你賜俾我哋呢啲古老嘅詩歌，成為我哋靈性嘅地圖。今日係預苦期嘅第一日，求聖靈將對聖殿大道嘅嚮往同埋渴慕放喺我嘅心裏面，唔再做一個遊客，而係做一個朝聖者。靠住你俾我哋嘅力量，我願意起來行走。求你牽住我嘅手，帶領我一步一步走向你。禱告，奉耶穌基督聖名祈求，阿門。祝福你，聽日繼續同你拾級而上，向高處行。